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国家海洋研究院4名研究人员伫昨早起平湖外海畅水在做调查，后来却失去联络，结果4人是互海流冲走，往北漂20.5里，好佳在后来是互中国渔船救起，4人拢平安。 4位研究人员被救起来了，互医护人员做检查。因是国家海洋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直到做一只船做水下调查，早起10点半伫咧平湖7米附近的海域藏喺海底做调查，结果超过时间拢无起来，船长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找人。前边加强搜索，包括平湖海巡队的船，也个乌鹰直升机，拢到附近的海域找人。好佳在4人伫咧彼岸时阵，互伫咧附近作业的中国渔船救起来。听到他们获救，那时候那一刹那，心情就比较放松下来，因为他们本身4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潜水人员，而且他们都整个潜水衣都穿着，所以基本上安全是还好啦。国海院讲，因伫遮做海底生态采样调查甲摄影，4位工作人员包括1位研究助理、2位厂商甲1位教练。 到差不多30公尺深的海底时阵，和海流向北边带到20.5海里远的所在。因为我们在7月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次，所以我们在第2次应该是在10月份做。是，因为10月份这个时间里面，大家知道说最近那个台风来，那个时候海象气候不好。那我们经过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研判，那我们看这几天是天气是好的。 因为4人是互中国渔船救起来，所以当天马警调平湖卫生局甲疾管局等单位，甲4人直接送居家检疫所隔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 NCC 委员会决定要撤销中天的执照，外界嘛质疑讲有受到政治力的影响。行政长苏贞昌昨嘛回应讲，这拢是无影的话，强调 NCC 是独立机关，行政院尊重委员的审查甲决定。台北市长郭文德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因拢认为讲中天撤照的理由甲标准是用对一条法条，应该对外说明好清楚，才袂造成无必要的政治对立。 报纸头版是写“口体”2个字，同款属于王中集团的《中国时报》针对 NCC 做出中天新闻无予伊换只的决议，表达抗议。王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嘛伫咧面册铺文表达伊的不满，认为讲这是政治操作，无顾中天新闻人的专业。国管处首长嘛认为讲，关心问题是大代志，无论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是 NCC， 都应该讲好清楚，到底是用什么规则来甲中天关掉，需要公开透明，而且符合公平正义。 你要关掉它，你是用什么规则？标准是标准是哪些？要公布，所以这个公开透明嘛，那要符合公平正义嘛。尊重NCC 的审议的结果。不过我希望 NCC 把这个审议的依据，包括法令的适用等等，那个清楚的向外界来说明。不同的声音的力量，您一定要接受，不然这些的声音的力量会变成一股力量。我相信大家都会试着看。面对各界指控中天撤照有政治力的操作，行政院长苏贞昌发布强调，讲真侪不实的消息拢是谣言。NCC 是独立机构 ，NCC 的委员都是经过立法院投票审查同意的专家学者，他们做的审查跟决定，我们都尊重。 新闻传播学者是认为讲 ，NCC 有监理的集权，也毋过爱好好证明合理性，而且嘛爱以共款的标准对待其他媒体的执照审查，无应该有针对性。从卫广法的要求来讲，确实这个是 NCC 的监理的职权，可能过去用付款的方式没有办法有效的协助跟要求改善他的内控跟他的新闻的品质。老板的自由在这个案例上，他侵害新闻的基层的工作者他们的新闻专业资质。NCC 如果要避免被人家操作成政治化的伤害，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对于中天的一些要求变成通则编辑式公约运动。那主要就是主张新闻部门的运作，它应该要专业，摆脱媒体老板的干涉。学者认为讲 ，NCC 应该把案件当中的质疑甲要求，譬如讲媒体头家无应该干涉新闻等等的事项，拢列作通缉，要求所有电视台拢做甲到，才会当修补 NCC 的形象，而且协助新闻专业的正常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有一道锋面通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哦，过来东北风会增强。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过到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佮外岛的金门、马祖拢会落雨。日时吼，北部、北部、东部的温度大约是27到28度左右。今仔暗时到明仔载，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东北部地区雨水会愈来愈侪，嘛有可能会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尤其是苏花公路附近哦，就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方面，伫过道东北风淡薄仔增强，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的指标有可能会出现柑仔色的提醒。高雄、屏东部分地区哦，嘛有可能会出现红色的警示。再来看南投的玻璃哦，自较早以来，水的水压就上油哦，真侪民众拢是使用地下水。也毋过自来水公司哦，拍算要伫南环路来挖一个水井，增加水资源。也毋过，有民众真烦恼讲哦，水看袂到的所在，目前是已经有挖古井咯。若是阁挖水井哦，地面敢袂放落去咧？店内员工无用滴洗碗池，也毋过用水的高峰时，水压若像有较细，有诶阁爱增加压力，才会当好好准备食材。我们是进水塔之后，然后经过加压器，然后在我们一般使用这样。因为伫咧公线的尾啊，水压无够是真普遍的现象。南投玻璃长期因为地面的水源无够，敢若会当靠抽地下水来争做供水的来源。根据自来水公司玻璃营运所的资料，目前玻璃店有18个水井，防水机每工有55000吨的供水，打水机是每工27000吨，啊毋过民生用水的需求。防水机每工是27000吨，打水机因为年纪较济，用水量增加到每工31000吨。面对打水机是愈来愈长，按算伫南环路来开一个清水井。如果说用井的话，是不是大部分用？那如果说如果比较深的话，我们这边一定会影响到的啊。这边靠河床那么近，有可能崩塌陷也有可能啊。家己帮开，这就是当地社区家己开的清水井。因为伫咧无供线的所在，80外户的民生用水拢是靠这个井。啊，毋过雪甲水公司按算要开的地点，敢若离几百公尺尔。当地居民讲，这口井属于清水井，啊，毋过一工增加的供水量敢若1500吨，反而讲地站会落落去，而且卖去影响到地下的水源。包括你的浮油水、你的河川饮用的接引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达到藻井的取水量？合理的抽取量之下，抽取地下水是不会造成地层下陷的。最大量平均在抽取10万吨的情况下是安全的。水公司玻璃营运所提出水利署的调查资料指出，玻璃地区每工抽水的安全上大量是10万吨，较大拢无不良的影响。啊，毋过当地居民强调讲，目前玻璃店真侪地下供线拢已经老化漏水，佮加上人口外移需求减少，应该是爱先拄节流开始做。记者做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健保一般保费的汇率安怎起的4个方案，伫昨开会讨论。若需要维持健保安全准备金2个月哦，汇率会为现在4.69%起到5.47%，也是5.52%。按算一家伙4个人一个月月计53000块的投保人哦，保费上济会增加528块，增加将近要2成。再来看《自由时报》，家人有一名3岁查甫囡仔，伫9月份的时阵发烧昏迷，姓刘的年保通报警察，也毋过警方到现场，这个查甫囡仔就一定过往了，遗体并无明显的外伤。检警本来是阿准是破病过往的，也毋过后来发现哦，这个查甫囡仔除了内脏拢破去，头壳嘛有出血情况哦，有可能是受到虐待，这对年保翁仔某嘛一定该做被告咯。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是以视讯的方式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会的对话会哦。伊强调讲会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继续甲愈较侪国家来签署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咱国的代表张忠谋嘛预定今仔伫总统府会以视讯的方式来参加峰会。再来看巡回全世界音乐剧《欧佩亚》内底模型啊，全体男女演员经过14天的隔离，而且采检2遍，对昨开始哦，伫台北小巨蛋要连续演出22场。咱台湾嘛是全世界唯一演出日期无改变的国家。
克里斯汀甲米娅伫咧歌剧院的地下美宫上会是百老汇音乐剧歌剧米娅的经典戏出。穿花美的衫褂、化妆舞会的面具，舞台顶的演员正拼死伫咧演出，呈现精彩的歌舞秀。伫咧国际巡演超过30档的歌剧米娅，已经是第4届来台湾，不过今年意义无同。It's been close to a miracle, actually. COVID-19 has brought to the planning of a tour like this. It's unimaginable. You know, flights, quarantines, tests, and all of that. It has become so complicated. It's complicated enough. 因为疫情的冲击，百老汇音乐剧全面暂停。不过剧组人员无受到疫情的影响，经过14天的隔离，而且2届采检阴性，今日当彩排2天，特别带来22场的演出。In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been sometimes quite tense in terms of this virus, managed to come out on stage and leave whatever anxieties they may have off stage, come out on stage and switch on their performances, and I've been very proud of them. 国际疫情伫咧滚到，台湾最近新增加真侪件境外移入的个案，伫咧防疫期间，各会当照常巡演，规个团队拢正珍惜这款的演出机会，时时刻刻拢伫咧准备，希望当好好表演给台湾的观众看。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57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13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2例，目前是609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多例，日本超过12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2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895万例，巴西是超过594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哦，西班牙嘛超过157万例，法国超过213万例，英国嘛超过145万例。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病例嘛已经超过5700万人哦，嘛有超过135万人死亡，其中美国就占1/4，大约有1100万人，为着25万人死亡。纽约市嘛规定，公立学校得爱先休困。另外，本地无病例，美国德州一个砖头，各南太平洋国家萨摩俄嘛拢传出有人怀着。纽约市的新冠疫情拢无转好，公立学校确定关门，200万的学生19开始各重新远距学习。Unfortunately, as of today, on our 7-day rolling average for coronavirus positivity, New York City has hit exactly 3.0%. And as a result, we do need to close our schools for the coming days. No one is happy about this decision. 纽约市是全美国上大学区，差不多110万名公立学校学生。伫热天确诊人数下降时阵，是少数恢复面对面上课的都市。不过，导致最近几礼拜阳性检测率甲大院治疗率继续升悬，超过平均确诊率3%的抗战。最后政府决定关学校，停课到什么时阵，目前无公布。It's super unfortunate that these kids are going to be denied an education, but we can go eat dinner inside a restaurant. It's just,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It absolutely makes no sense. 全美国疫情大流行，已经超过1700万的人去为着，即马就连伫德州人口无甲200人的洛本郡，也伫顶礼拜出现3名阳性患者。英国是美国本土只剩零确诊的最后一片净土也失去。抑搁伫个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一个军官13坐飞机到飞伫隔离期间检出阳性，正是国内第一件新冠确诊病例。总理呼吁国内20多名民众冷静无排除出来去考虑启动防疫措施，避免进一步传染。新冠疫情伫意大利也无好转，尤其伫卡散车南部情形失控。第3大城拿破里医疗体系用要袂顶袂动，当地政府将教堂做回检测站，互检测工作继续袂断去。Siamo partiti da qui con questo progetto del tampone solidale per permettere alle persone che vogliono fare uno screening, quindi vogliono controllare se hanno il Covid, di poterlo fare ad un prezzo accessibile. 弱势族群无法度负担检测钱，当地团体发起亲像爱心代餐的专案，互有心人士出钱。伫疫情之下，绝望之下感受到人性的光辉。记者综合报道。
全球真侪国家拢抢要买疫苗，匈牙利第19进口头一批俄罗斯研发的疫苗史普尼克5。匈牙利安尼做，互欧盟无啥欢喜。一方面是因为这款疫苗还未得到欧盟的许可，另外一方面嘛是因为匈牙利甲波兰伫前几天针对欧盟准备要提拨预算，互一寡国家已经纾困，这两个国家拢是投反对票。这台降落伫咧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飞机内面载是俄罗斯研发制造的新冠病毒疫苗史普尼克5，数量10打。匈牙利买这疫苗是为特别研究业配方，过来研究制造家己的新冠病毒疫苗。Nagyon különleges körülmények között szállították légiúton, folyamatosan -18 fokon. A vakcinát és a lehető legmegalapozottabb döntést hozzanak az esetleges felhasználhatóság és esetleges engedélyezés ügyében. 匈牙利进前防疫正松，总共有超过161000人确诊，3500人死亡。目前是防疫规范新一波的封锁。政府也将全世界几类疫苗研发药厂接洽。俄罗斯的史普尼克5在欧洲也未做临床试验，也未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的评估。Tárgyalunk mindenkivel, aki ilyen vakcinát Magyarország számára biztosítani tud. Ebben az Európai Uniós törekvéseket is kell érteni, hiszen az Európai Unió közösen is kötött szerződéseket. Próbálunk amerikaiakkal, izraeliekkel, oroszokkal, kínaiakkal is tárgyalni annak érdekében, hogy a lehető leggyorsabban legyen vakcina. 匈牙利也是欧洲第一个摕到俄罗斯疫苗样本的国家，也毋过也加参加欧盟之间的会合。一直互人讲，甲欧盟的民主期待，也个发伫愈行愈远的匈牙利，也个波兰，前几天才投票，呼吁欧盟未来适当提拨予各国极需要的疫情纾困预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要承认选举的结果哦，拍算要开美金300万来拍官司，要伫威斯康星州的2个所在来申请重新验票。另外，已经当选的拜登嘛，一直呼吁讲，交接若是搁拖落去，会严重去影响到防疫。美国总统川普拒绝申请败选，继续伫各州拍选举诉讼要拼平盘。十八川普电影提出申请，要求威斯康星州2个郡、密尔瓦基郡甲戴恩郡重新验票。这2个郡是民主党得票上侪所在，拜恩摕58万票，川普只有71万外票。川普电影指控这2个所在违规情形上严重，已经付300万美金相当新台票8500万的验票费用，20就会启动验票程序，上班12月初1进前会完成作业。We will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once again that our elections and the process and the systems we have in place are accurate. 伫乔治亚州，川普甲拜登得票差真少，人工重新算票已经要结束，当地礼拜4会发表结果。选务人员表示，拜登领先川普的票数为原本的14000外票，减价12700外票，依然无够平盘。川普批评乔治亚州的重新算票是笑话，杨贵婷无查核用家投票签名无意义。川普律师伍德表示，已经向法院提出紧急禁令，要求禁止乔治亚州认证选举结果。伫亚利桑那，拜登以1万外票赢过川普。共和党阵营发动法律战，是要拖延各郡正式宣布拜登胜选。共党的州长杜时表示，会尊重最后的结果。And there are legal challenges out there. And they have the right to those challenges. So those challenges will play out in the court, and then I will respect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根据路透伊普所13-97的民调，虽然有73%的民众认同拜登胜选，按不认为选举过程政党而且合法的只有55%，比2016年67%，各52%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才是真正赢人。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we're having now is the failure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cognize. 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18架竞选医护人员视讯通会讲到，联邦总部署迟迟无承认伊当选，互伊行政团队无法度交接，提无个人防护设备的及时数据，甲疫苗配送计划，向前拖入美国对抗疫情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美国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又阁传出有一只军舰顶头发生感染，船顶有300名的船员，将近1/4拢患着病毒。另外，加州嘛宣布讲，拜六开始实施宵禁令。再来看伊索比亚的动乱嘛，已经3礼拜了，造成几啊百人死亡。WHO 秘书长谭德赛是否认讲有插手动乱的指控，强调讲伊家己支持和平，嘛呼吁伊的国家来赶紧结束紧张的局势。再来看 APEC 峰会，今仔是以视讯的方式举行。美国的官员是表示讲，总统川普按算会参加这届的峰会，这嘛有可能是伊明年6年之前最后一届出现伫国际会议中。再来看，国内暂时新增加2宗对土耳其甲印尼罹癌武汉肺炎的病例哦。另外，对12月初1开始哦，出入8大类的公共场所，拢爱挂嘴暗膜，违反者上济会使罚15000块。另外，有台商哦是反映讲，希望会使缩短等来过年期间检疫的时间。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哦，病毒袂因为过年就袂患着病，所以一切拢爱照规定来。大回轮做甲大力汗、细力汗，为着要互身体更加健康，真侪民众早起就来健身房运动。啊，毋过真足来看，大部分的人拢无挂喙暗。药厂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的秋冬防疫专案，拄12月初1开始，健身房会立日起强制挂喙暗的场所，若是伫咧室内游泳池、落水前后，包括伫咧换衫的所在、等候区，还是公共空间等等，拢爱强制挂喙暗。换气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顺畅，我可能就会改换室外吧。到长远来讲，的确执行上面会比较有难度啦，间接影响到那个民众来管的一些意愿。过去指挥中心宣导讲，出入医疗照护机构，包括病院、诊所、长照机构、大众运输、生活消费，像讲大卖场、百货公司、教育学习场所、图书馆、社区大学等等，还有体育馆、室内游泳池、戏院、健身中心等等，8大类场所拢应该挂喙暗，为着防止秋冬第2波疫情扩大。6月初开始强制挂喙暗，若是口腔无要听的人，会当依法处罚上济15000块。啊，若是指挥中心嘛，佮宣布19国内新增加2例境外一日未确定病例，分别是土耳其籍20多岁女性空服员，佮印尼籍20多岁女性移工。按609，他的接触者的共23人，以匡列个案的同班机接触者共32人。另外，第二旧历过年住伫咧海外台湾人，拢会倒来甲厝里的人团圆。即马都有真侪台商တင်前讲，希望倒来过节时阵会当减少期间检疫的时间。他们也是帮台湾去争取订单的部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比照商务泡泡。时间的耽误啊，这个金钱的负担，这是台商也是目前最头痛的。病毒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放假嘛，哈，所以检疫的时间不可减啊。但也有一些讲法是不正确的，说一定要到检疫旅馆，在家里有适合的场所，那就在家里哈可以做居家检疫。但是中强调讲，人潮大量流动，对疫情是真大威胁。存在无论是台商，还是对其他国家倒来台湾的人，拢需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若是要维持台湾的清气，就一定要需要牺牲一寡人的自由，嘛感谢因的配合。所以过年时间想要倒来台湾的，就较早倒来。记者综合报道。逐年拢会举办的秋刀游行，今年除了有劳工的议题，嘛会来抗议美国猪肉进口。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表示哦，明年进前会派专业的团队去美国肉品工厂调查，所以请民众唔免烦恼。蔡英文社会力，苏贞昌下台负责。秋刀团体19甲50的猪仔牵起伫凯道，预告秋刀游行第2日就要举行。除了传统的劳工议题，今年反3肉种的猪肉嘛，正做主题，而且以毒这个字，正做年度的代表字。呼吁民众去街路要求蔡政府撤回进口美国猪肉行政命令。消基会顶个月发起拒绝进口3肉种猪肉的活动，到10月为止，已经有超过11万人人数，还佫响应秋刀去街路。不过，却传出有人去有政府关心。我也不会特别说是来自于哪个机关、哪个单位，我都认为他们是在了解我们的想法。除了民间团体，在野党嘛小连续招支持者去街路。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去菜市仔一打一打宣传，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呼吁民众，迄天做伙穿乌衫，向执政党发声。来租的物件你看，到今嘛不会差你啦。这些为什么我们 keep up？为什么11月22号一定要上街头？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是希望他能够把它标示清楚。说落来都要开放美国猪肉，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明年1月7日之前，会派台湾专业的团队去美国查厂，让民众放心。那我一再强调是说，没有安全卫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我们不会让没有食品安全卫生的食品进到台湾来。可现在好像被讲的好像说，我们强拿着肉要灌到大家的嘴巴里面去。陈时中强调讲，敢若有符合台湾卫生安全标准的美国猪肉，才会当进口入来台湾，嘛会要求标示肉品的来源，让消费者会当家己选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乌石港昨暗传出有人跋落去海里的意外，姓吴的一家伙5个人伫昨暗头去港口钓鱼，其中妈妈和大英卷落去海里，3个后生是赶紧跳落海里去救人好佳在人有顺利救起来，嘛无啥物大代志。安尼会听无？安尼袂听哦，安尼嘞。啊，你会在当街的？家也在当街。脚趾头、大拇指，当街哦。宜兰县消防局伫昨暗7点39分接到报案，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阵，后生已经把妈妈救起来了。爸爸是讲雄一阵大影伊的太太就互影更走，3个后生随着跳落海里抢救，好佳在太太只有双脚破皮，无啥物大代志。后来嘛用救护车甲伊送去病院检查治疗。再来看17暗时发生意外 F-16战机到达个找无，也毋过国防部是表示伫失踪地点附近的海区有接收到飞行资料记录器，嘛就是乌阿爸的信号。目前嘛已经请专业的单位来斗相共找找战机甲飞行官。空军第5联队26作战队长张正志上校17暗时开 F-16战机伫花莲外海试练搜救行动进入第3天。19日早，空军乌鹰直升机海巡舰艇来回找找国军亚派地面部队，用吊架确认是毋是被海流带上花的物件。目前执行的飞机总共是有25架次，海上的舰艇的话有34艘次。后面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们还会再持续的搜救下去。18亲身去花莲监督搜救的国防部长严德发19早起去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数万点外政才到会。根据了解，严德发是先到总统府向总统传闻报告搜救进度了后，也进入行山指挥所了解好亲像是四处战机乌阿妈信标示号员 FDR 最后消息点。在昨天距岸9海里的地方，我们的 FDR 的接收器有接获到信标的信号，优先到这个已经接收到信标信号的9海里的点位探测、水下摄影，如果确认，就会进行打捞。高战机的船奥黛丽斯号原本是协助固定5月伫台东外海顺指挥官主管望驾驶的 F-51战机，也到花莲支援。严德发向立委表示，失联战机的弹射椅仔甲机身拢有发出信号，军方已经将阿8信号下来找找。佮透露海巡署伫海面上有发现好亲像是战机外壳的物件。张正志甲消息人早起时节，搜救直升机去雷达光点消息海峡顶悬互返，希望人能赶紧出现。东部海峡最近也无平静 ，F-16战机失联当日，国军监测到中国海钓船海大号出现伫宜兰花莲外海，日本护卫舰甲韩国军舰10月19也出现。不过海军司令部无评论，只强调拢严密监控这海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政府拍算要甲福岛迄电厂的迄瓶废水排入去大海，昨有民间团体去外交部陈情，因认为讲即寡废水排入去大海，海洋生态会受到影响，这是几啊一档的伤害，呼吁台湾政府爱用外交的管道来表达反对。福岛核灾发生超过9年，团团指出，核电厂所排放的辐射废水已经超过100万吨。会在团团代表一合理外交部表示反对辐射废水排入海洋，烦恼的大内部点，呼吁政府应该透过正式管道向日本政府表达反对的立场。
间歇性的不断的排放的话，它影响的不是今年、明年，可能是未来30-40年，这个整个太平洋海域都有核污水的这个排放问题哦。环团指出，辐射废水经过处理，虽然会当去除多数的辐射物质，却无法度除掉氚离体外会当隔离，但进入体内会危害健康。它就会像内照镜一样，它会影响到人类的免疫的系统。外交部派人接下陈情书，发言人表示会把民间的声音转达给日本。我们也会透过我们驻日本代表处把它转达给这个日本政府，让他们知道我们民间的一个声音。万一日本确定排入海洋，原联会表示，目前已经完成海核辐射状况的基本调查，掌握背景值，嘛展开监测，接下来会赶紧来完成模拟，掌握废水流向。包括在沿岸跟离岛我们都建设了33个监测点，国际也有一些评估了有些评估就是到的废水多久会到达台湾，经过这个环太平洋的环流呢，是好几年之后会到达台湾，有充分时间我们会加速度把这一个预报系统做好。外交部表示，已经配合原联会向日方表达关切，请日方重视咱的权益。嘛，根据台日核联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的互惠精神，量早加研议的结果通知咱这边。目前日本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印尼1000块顶头的鸟仔就是乌鹈鸡哦，是台湾第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经过30天的打拼，玉山管理处预估乌鹈鸡的数量到达已经有超过11000多只了。玉山志工镜头记录伫草埔找物件食的台湾国鸟鹈鸡，伫塔塔加地区透早或者是尾暗仔，有时阵也伫一片雾气当中发现伊的身影。对大家来讲，俗称鹈鸡的乌长尾雉无青分，1000块乌名就是伊。为民国74到75年之间调查的5000多只，要被列为濒危物种。经过30年保育甲彻底维护，有关处推估族群至少11000多只，稳定维持中。大家用伫玉山国家公园的瓦拉米甲塔塔加这个所在，看到伊的身影。那第一次的族群调查大概是5500只左右，那第二次的族群调查达到了11000只的一个地质的一个成长。那这主要是一个栖地环境的一个保护。捌参加鹈鸡调查的生态专家指出，鹈鸡族群因稳定主要是拍纳文化改变、林道生态维持、国家公园彻底保护。不过伊也是有天敌，所以伊的数量未伤过济。通往林道都断掉嘛，断掉以后就不再通行了。那所以对地质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栖地的一个增加，加上狩猎文化的变化，那整个地质是在稳定中成长。猛禽类还是对它猎食很厉害，甚至有一些食肉目也会猎食它，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天敌。专家指出，因爱出现伫林道，也可能会食人留落来物件，所以民众上山的时阵爱做好无痕散林的工作，拄到时阵也唔通对因伤过干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天电视台无法度换照，外界嘛无共款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代表媒体的第4权互政府吞打，嘛有人认为 NCC 是做应该做的代志。中天电视台是表示讲会行司法救济，拼到底。NCC 国家通讯委员会伫18号一直7-0驳回中天电视台换照的申请，期待持续来滚价。主要原因是讲，伊的这个过去有真侪这个采罚的记录。如果甲其他的这个新闻台无较侪，也是讲中天有讲伊的这个从采罚的这个案件当地这个上诉也未决定，也未确定。你即马就甲处罚不爱互伊换照，这是毋是违反着这个公平的原则？外界有一面认为是政治的操作，因为掠准依照违规项目来看，有1/3是政论的节目，安怎一发新闻？另外，针对着审查标准甲过去鉴定委员的争议，嘛有人质疑以后若是有电视台无听话，是毋是就会甲中天同款的结局？2014年开始，中天伊就是一个留校查看的有问题的学生。再来就是讲到你看，你看到2018年到19年，完全就是讲不管讲是新闻也好，还是伊的节目好，完全是
把这个寒流的问题用起来讲歹听的，咱用写稿的这个传教的方式，毋则就是讲，你任何一个人你 NCC， 你到6档了后，你看这个情形，我相信有人会甲通过。这届 NCC 新早换教时，担任鉴定人的文化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惠良嘛表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股东蔡建明直接介入到新闻的制播，各有民众告发到中天新闻台的违规数量，大幅超过到第2名。不过中天电视台已经发声明表示讲，为着新闻自由甲员工的工作权，会行法律救济制度，奋战到底。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中天新闻台换照要通过12月11特别关台，这嘛创下台湾史上头一遍有新闻台关台。中天新闻昨暗嘛真侪员工讲出因的心声。中天新闻主播周玉琴讲：“我本来就是台湾，就敢若执政党所讲的，这是一个正美好的所在。本来伫咧讲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怎么煞遭受这种对大家打喊？敢讲阮真正唔对？敢讲监督政府是唔对的？”中天新闻新闻连广方的主持人戴立刚讲，经过风风雨雨，无想到讲，竟然言论自由伫这个时阵，台湾已经戒严30多档的时阵无去啊。中天新闻的主播马前回讲，民无甲赶斗袂过国家机器，我无想过讲有一天会为着言论自由这件代志徛出来，最后还佫输伫咧新闻自由这件代志。中天新闻台头条开讲主持人林家元讲，我采访民进党10几档啊，看蔡英文自在野到即马2遍连任，伊讲伊会为台湾的民主价值做阵努力，不过即马这个民主价值敢是伊要治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为着要互学生了解农民的辛苦，嘛林捌地方上的农产品哦。婚林农会甲当地各中心合作，甲每个月15定做食物日。即天学校营养午餐拢会使用在地潮湿的食材，透过营养午餐的食食，要来做食农教育。看到学生食甲遮尔芳，今仔日营养午餐甲平常时无甲着共款。这是婚林农会推动的食物日，内底的菜拢是在地食材做出来料理。这个营养午餐结合食农教育。其实，在食物日的推动下，我们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会他们每天是如何在运作的，也可以更加的去理解农民他们种菜是多么的辛苦，且吃到在地的食材，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食材比起来更加的新鲜。婚林县斗南农会推动食农教育，即摆甲真侪间中小学合作推动食物日活动，一方面让学生食到当地料理，又让学生透过影片了解食材生产过程甲农民的辛苦。我们用在地食材当季吃的概念来完整的叙述告诉孩子说，其实要吃的安全跟健康。特地放了一段影片让孩子来欣赏在从丝瓜的小苗开始到它的成长过程，我们也都让孩子能够看得更完整、更清楚。那现在是以斗南在地的丝瓜为主，那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美味料理，菜色非常的新颖好吃，那学生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在健康营养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学校也希望透过午餐的推动，带给学生不一样的知识。除了即摆菜龟料理，还有马铃薯、红菜头、竹笋，这拢是斗南的在地食材。食农教育和学生用食来了解在地农特产品，食在地、食着时，用食沿熟在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大庇国中，目前学校有75只狗仔，每一只狗仔拢有一个学校老师来领养哦，身躯拢有晶片，老师嘛会传去做预防针，佮教学生仔做志工来照顾这狗仔，固定时间就爱来带这狗仔去散步。怎么会想加入呢？很喜欢狗啊，本来就很喜欢狗。平常都是会做一些什么项目？喂狗，然后带他们出去走走。婚林大庇国中有5只狗仔，拢是学校内底老师领养的，学生也来做志工。因为狗仔身躯内底拢已经有晶片啊，婚林管护队来甲因做预防针和定期的卫生管理，维持狗仔的身体健康。我们现在5只校狗那个
都是我们学校老师认养的。因为其实你只要校狗有晶片的话，那我们的云林县政府的动保科他们也会来这边呢帮我们打针。其实就是给它预防性的投药，还有它的平常的那个营养的照护跟那个环境的卫生管理。校长也表示，真感谢老师和志工照顾这群狗仔，而且对学生囡仔来讲，这是一个学生命教育的好机会。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学校有几位非常有心的老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照顾这些校犬。那当然，他们也带领着我们学校的一群志工，来一起来照顾他们。那这个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机会。照顾狗仔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相关的经费也真惊人，所以学校就用募款的方式，希望有爱心的民众来到帮赞。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每3秒都有一个人得到失智症，有民间团体甲高雄医学大学合作，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诊断认知障碍，要来协助失智症的治疗。嘛，希望讲未来会使来开发一套 App， 民众会使伫厝里家己检测，提早来预防。照用户的指示震动，无同角度甲部位，拢经过精密的设计，系统会自动算骹甲手筋巴的力量，甲下一步的距离。双手的协调性，也有分数会当转细角度，综合数据来推估，敢是认知功能障碍高风险族群。经过92个老大人的测试，才检出22个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用所谓认知刺激了后，超过60成有改善。认知功能下降呢，它能够比较延缓、慢慢。那因为你到失智之后，大概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反应。可是认知功能下降，在目前的研究里面，它是可以部分的可逆。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都是属于是可逆这个阶段。研究团队指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失智症高危险族群。目前外国已经有研究显示，60岁以上无失智症状的人，认知功能障碍甲分数活动的动作有真大的关联。根据长照产业发展协会观察，因伫社区接触袂少侪岁人，若出现失智的症状，无积极做治疗，就会恶化了真紧。里面有一位学员，他也是本身的职业也是医生。那他其实到日照里面，因为他本身的自我意识很强，所以他在对于课程介入方面，他会比较不容易去接受。相对的，他的肌少症，然后相对他下肢功能就会持续退化。一退化之后，那后续其实他的往生的时间还蛮快速的。这套测量的机器，研究团队希望讲，未来会当发展做 App， 民众会当随时做检测。高风险族群会当提早去让医生看，万不利若确诊有认知功能的障碍，透过认知的训练，有机会会当较慢老化，而且避免衰退发展做失智。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表来看，新竹县有农民家己研究出一套减水保产的技术，今年嘛得到全国10大模范农民的肯定，咱做伙来了解。老郑由2013年回来家乡新竹县，兄弟做伙继承时代种产的家业。发现最近几啊冬气候各样，直直欠水对农业造成真大影响。伊决定改变过去种水丢的模式，配合天气的温度甲湿度，减少灌溉需要用水量，互稻产毛汤顺利收成。它不需要插秧整地，前面浪费太多的水。它的一些关键的点是，你能掌握光温水这个条件。如果您能掌握这个光温水的条件的时候，它就可以满足它发芽的条件，就可以正常的生长。田内底，阁通看到太阳能板供应相关的检测设备用电，而且收集这的温度、湿度数据，提供下来调整耕作的方式参考。老一辈的农民都是给我一个讯息，就是农民力。那我就觉得，我们总需要一些数据传承。那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是要数据化、数字化。那我就想说，收集这些资讯，就将来可以是预警说，我什么时间点，一整年的时间点各方面怎么去调控我的种植时间，还有我怎么预防病害，然后等等的，就是管理可以更精准。伊的用心，无会得到今年全国10大模范农民，未来伊把按算推广伊的经验，提升台湾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来看新潮一个囡仔 YouTuber， 伊毋管是食饭还是开讲，拢用台语哦。伊的影片拢是爸爸帮伊翕的，传到网络顶头。伊讲哦，希望大家看伊的影片来学台语。我今年4岁，妈妈拢会教我做卫生柜，陪我做绘画册。定定爸爸妈妈拢会带我出去耍。用煞派台语消解家己，阿某阁会晓用台语念故事，互妹妹听。因为我伊讲，一点礼拜去骑脚踏车，阿姨有水要喷爷爷在伊的口啊。阿某一家口平常时伫厝内，毋管啥物代志，拢用台语沟通。台语已经成做因上食药的语言，连按长的时间嘛相像。这是迄蒜头的香，一撮仔咸啊，会使无？这什么？那有重要吗？无你我倒一碗汤，啊你要食之前，你先稳稳的，甲迄咸咸的洗掉。台语就是阮共同的一个语言，嘿，无需要去特别去改变的呢。啊，颠倒是讲去出去外口，伊爱学国语，因为伊为着要甲别人去好好讲话，所以伊特别去学国语，毋是学台语。啊，一届伊甲我讲，我要去加班，我要去上班，我要甲讲，因为我的钱去互头家扣掉，所以我爱去加班。伊就甲我讲好，妈，安尼你迄工，你得去上班哦，啊，你得甲迄个去互头家扣掉的钱去甲伊抢回来。伊会用一寡阮拢无想过迄个动词安尼。首先，当然是即摆汉甲无话讲的，都无毋过对阿嬷来讲，这甲传统的都无啥共款。对新地的人来讲，佫较选一个多青后衣。阿某嘛会晓用台语消解心得，好耍的所在甲好料的。爸爸用影片的方式记录，分享到网络顶悬，原言是台语的小小代言人。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人民辨识技术是愈来愈厉害，也毋过隐私甲监控的问题嘛是佫有争议。新加坡政府伫顶个月宣布讲，政府网站需要认证国民身份的系统，全面拢要来改用面部的认证来取代，这嘛正做全球第一个对全面来使用这种技术的国家。SIM-Pass 是每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必备的数位身份认证系统，用以登录政府网站，应连接100外部会，应用以进行数位认证，使用500外种的线上服务。不过原来的简讯密码相传认证伤麻烦，新加坡科技局宣布明年起，SIM-Pass 会改用人面辨识来代替复杂的密码，正做全球头一国。We want to have assurance that the person behind the device is a real person. It's a person who claimed who he is. There's not a image or a video. 人面辨识技术已经在全球侪国家、侪领域实际应用。路面用的买物件、出入应用伫机场通关甲安检。不过新加坡的计划目标更加大，是全球头一个将人面辨识用伫全体国民身份系统国家。使用者用手机也是电脑镜头翕面，系统随即比对资料库内底包含身份证、护照、工作场所识别证的相片，验明正身。当局认为是使用者主动提供资讯，无牵涉监控。不过专家有关烦恼侵犯个人私密。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is that face verification is a intentional process. It requires the users to present themselves, okay, to provide consent. I think they already have the data, and so far there's been no breach or whatsoever, so I'm fine with it. 新加坡以法治出名，政府对异议人士立场强硬。有人烦恼讲，个人资料不当落入政治单位手中，对示威者构成威胁。当局是保证相关资料绝对袂甲第三方面共享。强调 SIM-Pass 用户也是会选择个人密码加其他方式登入。即阵面部认证系统已经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包含侪政府部门加新加坡上大的银行、商店拢已经展开测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泰国第7个月发生反政府抗争，有真侪少年学生带头要求王室改革，也毋过嘛是有一点非常适中的保皇派，因是正坚定来支持王室这款的制度，所以泰国社会嘛是正分裂。
秋国车国王万岁，香坎车太王主笔。大方秀出车字嘅是50歲皮地華。อันนี้ล่าสุดเลยครับกล้ามากเก่งมากขอบใจซึ่งคำนี้ในหลวงรัชกาลที่10ทรงตัดกับผม皮地華原本是一個普通嘅餐廳經理，最近被關注，是因為伊佇反政府示威現場舉起王室肖像，甲學生改革王室嘅訴求形成強烈對比。這個舉動也引起泰王華子拉攏公嘅注意。กล้ามากเก่งมากกับใจทรงพระเจริญครับงานในหลวงมากหลวงมากถ่ายไว้นะคุณลง YouTube นะลงเลยก็บอกจำได้นี่เป็นชูพระบรมฉายาลักษณ์ที่รัชกาลที่9อ่ะหัวเนาะท่านจำผมได้ได้หัวจำผมได้也對學運要求改革王室嘅訴求真反感。ซึ่งเนื้อหาหลักๆพี่ไม่ได้ฟังหรอกเพราะพี่คงทนฟังไม่ได้ทั้งหมดพี่ดูปุ๊บประเด็นนี้ปุ๊บรู้สึกจะเหมือนจะอาเจียน路透社嘅報道分析，像提迪華這款年紀嘅泰國人，真濟攏是看到王室新聞大漢嘅，君主制就像信仰共款袂當侵犯。也毋過真濟少年人真歹理解這種想法。佇提迪華掠泰王肖像嘅過程中，伊工作餐廳嘅網頁就被西方老負評，也要求餐廳將伊開除。พวกคุณเองกลับเรียกร้อง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หยุดคุกคาม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ต่ผมไปเรียกร้องในสิทธิของผมแต่ผมกลับโดนคุกคามโดนโจมตีโดนทัวร์ลงถูกไหมครับซึ่งมันย้อนแย้งกับอุดมการณ์ของพวกคุณเสียเหลือเกิน網絡促進行為互雙方心結加深，佇提迪華被批評了後，是有一陣保護人士跳出來聲援，甚至有人放話要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對君主制無共主張，漸漸啊，予泰國世代分裂嘅現象浮上台面。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受到疫情的影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學校已經停課7個月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指出了，有1億3700多萬的囡仔攏踮佇厝裡呢，因為這個所在攏無網絡設施，囡仔嘛無法度繼續上課，若是疫情佮繼續拖，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疫情的關係，拉丁美洲的學校攏關起來，無法度去上課。9歲查某囡仔馬托斯是利用戰期時陣去參加社區輔導，寫老師寄來功課，家己的寫線也過來加上提醒。Yo digo que siempre le he dicho es necesario un niño en el colegio, o sea, porque uno como padre uno sí educa y uno sí enseña, pero ellos en la escuela aprenderían más。做家長的即馬除了飼雞，亦過來教囡仔功課，因為疫情國家經濟衰退，委內瑞拉的教育學生減少9%。伫咧歐洲、亞洲的學生攏轉去學校，或者是課程改做用線上進行。政府盡量讓學生的受教環袂受影響。不過伫咧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國家，因為網絡無普及，相關的儀體設備無夠，偏鄉的資源佫歹，無法度安尼生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警告，學校若佫無開，會造成世代的災難。Esta ausencia prolongada de una educación presencial significa va a traer graves implicaciones para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todos esos niños y adolescentes。委內瑞拉在地非政府組織發動讀書會，安排5歲到15歲學生到老師厝內用碎班的方式輔導。Parte de formación tanto de los niños como de las madres que de repente no tienen la capacidad o no tienen los recursos o no tienen esa formación como para poder prestarles el apoyo a ellos。囡仔無法度去讀書，影響的唔但是講大聽，也可能造成貧富差距擴大。長時間踮佇咧厝內，恐驚受暴力威脅的囡仔會更加危險，甚至出現提早有身。聯合國希望各國量早改善囡仔的學習環境，提供國家包容的教育，保障囡仔的受教權。記者綜合報道。再來關心天氣哦，今仔個月變天咯，過晝有一道鋒面通過台灣北部海面，率來東北風會增強，北部東半部、恆春半島，閣有外島的金門、馬祖攏會落雨。今仔暗時到明仔載，東北部地區雨水會愈來愈多，有可能會落大雨，也是大水雨，所以大家出門愛記得帶雨傘。咱做伙來看今仔詳細的天氣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28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